今日做一款小擺設和風小兔子。首先介紹材料，要4x4cm 和風袖布8塊，5cm 直徑嘅圓雙面貼，5cm 直徑圓嘅卡紙，15cm 嘅花邊，9cm 嘅直徑圓毛毛布。如果冇嘅，可以用白色嘅布都得嘅。4cm 直徑嘅發泡膠球，激擁布內耳係3cm 乘0.8cm 要2塊，激擁布外耳3.5cm 乘1cm要2塊，小黑珠做眼睛用嘅2粒，小花1朵，激擁小圓2個係攞嚟做煙絲嘅，針同埋絲襪線，雙面膠紙同埋強力膠水嘅。呢啲嘅材料大部分都可以喺12蚊店嗰度買到㗎。事不宜遲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底座部分啦，底座係由8塊小布摺成3個花瓣做成嘅。摺花瓣嘅方法啦，首先將一塊4x4cm 正方形嘅布塊對摺成為一個等腰三角形，將其中一邊嘅角對上中間嘅角摺上，另一邊嘅角同樣都係對上中間嘅角摺上，形成一個細細嘅小正方形。跟住沿住小正方形中間嗰條線向後對摺，就會形成一個小花瓣啦。揸實個尖位，用絲襪線紮實就完成㗎啦。將5cm 直徑嘅圓形雙面膠紙嘅一邊貼上卡紙，將花瓣按顏色嘅遞層排列啦，貼上另一面嘅雙面膠貼上邊。諗唔諗到點樣先排得平均呢？只要將個圓形分成4份，即係每一份貼上2塊小花瓣，咁就會排得平均。用手撳一撳花瓣嘅角位，整到佢圓圓地，等啲花瓣睇起嚟溫柔啲。跟住用0.5厘米闊嘅雙面膠紙圍住個底座，繞一個圈。貼上花邊，咁就完成底座嘅部分。跟住就係做兔仔頭部分。兔仔頭部分啦，我哋先做兔仔嘅耳朵個紙樣先。分別咧係0.8乘3cm 同埋1乘3.5cm 嘅卡紙上邊咧畫上兔耳嘅形狀。分別咧再用粉紅色同埋白色嘅激絨咧剪成兔仔嘅耳朵。將內耳塗上強力膠水之後，貼喺外耳上邊，咁就成為一對好可愛嘅兔耳朵啦。跟住就做兔仔頭啦。將9cm 直徑嘅圓形毛毛布，圓邊以酒針布一上一下咁樣縫上，酒針布縫完一個圈之後，將條線拉緊少少，咁就會成為一個袋形。將發泡膠球放入去。再將個袋口收緊，去到最細。繼續將針線打對來回，將袋口收口，跟住打個結就完成啦。將兔仔頭放喺個底座上邊，揾一個最靚嘅面，準備黐上我哋嘅兔耳朵啦。
跟住將兔耳朵用膠水黐喺頭頂上邊，跟住黐埋眼睛，跟住將小花貼喺兔耳上邊，最後就係用粉紅色嘅桔絨剪成嘅小圓，黐喺兔仔嘅面上邊，就成為佢嘅胭脂啦。咁就完成啦，係咪好可愛呢？